Hello， 大家好，我係婷婷，今日又同大家睇睇最新消息。最新有個幾罕見嘅醫療消息，就係香港嘅3間私家醫院掀起減價戰，門診罕有大減收費。平時講起私家醫院，相信第一印象通常都係收費極貴，睇一次傷風感冒可能都要4位數字埋單，做個手術更加可以耗盡咗成份積蓄添。不過，最近香港嘅醫療市場出現咗一個相當罕見嘅現象，就係有部分私家醫院嘅門診服務掀起咗減價潮，甚至下調到最低400蚊起就可以睇到私家醫院醫生，竟然同公立醫院嘅急症室係睇齊喎。咁究竟失驚無神點解會減價呢？又究竟係邊幾間醫院做特價？收費幾多錢？有冇隱藏收費呢？加埋公立醫院今年年頭開始大幅加價，私家醫院反而減價。咁私家醫院又係唔係一個平到可以取代政府急症室甚至政府門診嘅選擇呢？呢條片同大家一齊講講。我哋先詳細睇睇今次私家醫院減價潮嘅具體情況。根據信報同埋多間傳媒嘅報導，近期已經有3間私家醫院先後公布下調門診收費。最先帶起呢個勢頭嘅就係位於沙田嘅中文大學醫院（中大醫院）。佢哋喺年頭率先調整咗24小時門診同埋急症服務嘅收費模式，按唔同嘅時段，診症費大約就介乎400蚊至到600蚊。咁深夜12點之後就收費800蚊。中大醫院呢個減幅一啲都唔少㗎，因為根據港生活翻查翻保險公司資料，以往夜間冇預約處理危急嘅病症嘅時候，診金最高可以達到2400蚊港紙。而家同一時段咧就只係收緊800蚊，診金嘅減幅係超過2/3。咁緊接其後嘅就係九龍塘嘅浸會醫院啦。院方喺社交平台專頁公佈，由今年2026年7月1號開始，下調24小時門診部分時段嘅收費，例如平日下晝嘅6點至到晚上10點，星期六下晝1點至到10點，星期日同埋假期嘅上晝8點至到晚上10點，診金就會由700蚊減到去600蚊。而其他所有日子嘅夜晚10點之後嘅診金就會由1000蚊減到去900蚊。而最新加入減價行列嘅就係位於黃竹坑嘅新醫院港怡醫院。港怡醫院日前就宣布調整24小時門診同埋急症室收費，部分時段嘅減幅係達到40%。例如平日嘅8點之前，診金咧就會由420蚊微減到400蚊，而平日嘅晚上8點至到晚上嘅11點59分嘅夜診時段，就會由原本嘅600蚊減到去500蚊。而減幅最顯著嘅就係星期日同埋公眾假期嘅夜間時段，即係晚上8點至到去11點59分，診金就會由1000蚊大幅減到去600蚊。至於每日凌晨0時至到去早上8時59分嘅通宵時段，診金亦都會由800蚊減到去600蚊。減價完之後啦，呢幾間醫院嘅收費似乎咧睇落都係400至到600咁上下，相差唔係太遠嘅。不過以上就只係診金嚟嘅啫，係未計藥費㗎。私家醫院嘅藥費有時係會被形容為灰色地帶，好難準確預算嘅。咁而中大同埋港怡咧就推出咗定額藥費，例如中大醫院嘅門診有上呼吸道感染同埋腸胃炎呢2類常見病症嘅門診藥費組合，3日藥費組合咧就港幣180蚊，5日嘅藥費組合就係港幣220蚊。港怡同樣都係推出咗定額嘅藥物套餐，3日同埋5日嘅定額藥物套餐收費就分別係120蚊同埋150蚊。呢個價錢咧就包一啲常見嘅輕症嘅，例如一般嘅傷風感冒啊、輕微嘅腸胃不適、急性嘅過敏同埋皮膚問題，以及係一般嘅疼痛同埋發炎嘅症狀。費用就包含咗最多5種指定嘅處方藥物嘅。我哋可以客觀咁計一計數啦。
假設一位市民平日日間嘅時段，因為普通傷風感冒去港怡醫院嘅門診度求診，基本診金就係啱啱講嘅400蚊。如果病情適合使用3日嘅定額藥物套餐，藥費就係120蚊。咁兩樣嘢加埋嘅話，總收費就大約係520蚊。中大醫院就貴少少啦，兩樣加埋咧就係580蚊嘅。呢啲價錢係咪好貴呢？婷婷就覺得見仁見智啦。呢半年咧，婷婷病得多，大大話話睇咗7次醫生以上，所以對睇醫生嘅價錢相當熟悉。可以話俾大家聽，睇屋企樓下嘅醫生，其實500蚊一定走唔甩，仲要長期都爆滿添啊！你嫌佢貴啊？實情就係當病毒高峰期嚟到嘅時間，想睇都睇唔到。後來病得多，屋企人咧就叫我睇個中環嘅門診，就話好啲喎。咁醫生就係前私家醫院嘅醫生嚟嘅，最後5日藥埋單1200蚊。所以去醫院睇咧就並唔係冇得諗㗎。特別係如果當你嘅喉嚨非常之痛，但係 book 極都 book 唔到醫生即日睇嗰陣，500幾蚊嘅私家醫院醫生費咧就唔好慳啦。當然啦，實有老友記死忍難忍，都要睇個最平嘅政府醫生。咁但係唔好忘記喎，而家急症室加咗價要400蚊，政府門診都要150蚊兼藥費另計，仲要等餐懵添啊！而且亦都唔好唔記得另一樣嘢，就係長者睇政府醫生係冇得用醫療券㗎，一定要睇私家先有嘅。咁各位網友又點睇呢？覺得呢個價錢可唔可以接受呢？相比起以往睇私家醫院，閒閒地都要過千蚊，減咗價之後，確實係拉近咗同公立醫院嘅距離嘅。咁但係又翻嚟呢個問題啦，點解私家醫院失驚無神減價呢？過去10幾年似乎都非常少見嘅喎。咁原來主要係有4個原因嘅。第一個大原因啦，就係好大程度上咧就同公立醫院早前嘅大加價有關㗎。政府同埋醫管局喺2026年嘅1月1號正式實施咗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公立醫院嘅急症室收費由180蚊大幅調高到400蚊，普通科門診嘅診金就由50蚊上調到150蚊，每種藥物仲要另外加收5蚊。咁而專科門診就更加係劃一收費調整到去250蚊，專科藥物嘅收費亦都由唔使錢改為每種20蚊，而且只係包4個星期嘅藥量嘅。家庭醫生林永和接受信報訪問嘅時候就講到，話今年元旦公立醫院急症室加價之後，原本市場就普遍預期應該會多咗病人轉去私家醫院求診㗎。點知過咗半年啦，私家醫院可能就覺得病人增加嘅情況似乎都唔係太明顯。佢就分析啦，對於私家醫院而言啦，住院醫生咧喺夜診嘅時段睇3個病人同睇10個病人喺固定成本上嘅分別其實唔大嘅。咁院方自然就希望醫生可以處理更多嘅求診個案啦。所以咧就透過減價去吸引多啲市民去睇醫生，希望做到薄利多銷。佢就認為私家醫院加價對一般醫生嘅影響應該唔大，反而係整體經濟環境影響大啲，亦即係經濟唔好，大家係睇少咗醫生嘅喎，同埋多咗市民選擇睇中醫啊。第二個推動私家醫院減價嘅原因就牽涉住醫院整體嘅營運策略。有分析認為，門診診金減價雖然係會減少單次診症嘅直接利潤，咁但係只要能夠吸引病人踏入個醫院度，後續就自然有機會產生其他嘅醫療需求。譬如話，醫生可能會建議病人進行抽血化驗、照 X 光或者超聲波呢啲嘅項目。如果發現病情比較複雜，亦都會轉介病人去院內嘅專科跟進，甚至安排住院同埋進行手術。專科治療、住院費同埋手術費，往往先係私家醫院最核心嘅收入來源。透過降低門診嘅門檻嚟開拓客源，長遠就有助帶動醫院整體嘅服務使用率啦。
第三個重要嘅原因就係嚟自大灣區醫療服務嘅競爭壓力啊。因為平嘅緣故啦，北上求醫已經逐漸成為咗一種新嘅趨勢，令到香港本地嘅私家醫院面對住唔少營運壓力。香港01就報導，深圳市衛健委嘅數據顯示，早喺2023年，深圳已經為港人提供70萬人次嘅診療服務，平均每日係有2000人過關睇病嘅。有醫療集團就話啦，港人就診嘅佔比喺1年之內啫，就由20%升到去40%咁多，估計2026年數字係會可能翻倍，去到每個月5萬人啊。信報就報導，患癌嘅陳生啦，需要使用一款嘅標靶藥，如果喺香港嘅私家醫院接受治療嘅話，費用起碼係要4-5萬蚊嘅，但係喺深圳嘅醫院只需要5000蚊，價錢係相差足足10倍咁多。而家香港人北上求醫嘅個案當中，唔計牙科，較多嘅就係癌症嘅患者，其次就係進行胃鏡、腸鏡同埋內視鏡嘅檢查。亦都有長者北上去換膝頭哥嘅。呢啲手術啊，如果唔喺香港公立醫院等嘅話，本身咧都係私家醫院嘅客人，咁但係而家就俾內地吸納咗啦，所以私家醫院要透過門診減價去揾翻多啲新嘅客人，都無可厚非嘅。咁到底點解內地嘅藥費同埋醫療費用可以比香港平咁多呢？根據香港01報導啊，呢個差距主要就係源於兩地採購嘅制度同埋營運模式上面嘅根本差別。中國政府自2018年開始就推行國家組織藥品集中大量採購，亦即係俗稱嘅集採。內地以全國14億人口嘅龐大市場份額作為籌碼，直接就會同跨國同埋本土嘅藥廠談判。藥廠為咗贏得市場，必須就將價格壓到去最低嘅。呢種國家級嘅超級團購，就令到唔少常見病同埋慢性病嘅藥價大幅下降。相反，香港人口相對比較少，私家醫院多數係各自獨立向藥廠採購，缺乏龐大嘅議價能力，咁自然就需要承受比較高嘅批發價。此外，咁內地嘅公立醫院實行藥品零差率嘅政策，醫院咧係唔可以喺藥品上面賺取差價嘅。咁但係香港嘅私營醫療市場，藥房往往係醫院維持營運嘅重要部分，藥費入邊通常就包含咗一定嘅利潤，用嚟補貼醫院高昂嘅租金、儀器同埋醫護人員嘅薪酬嘅。再加上內地係擁有龐大嘅仿製藥嘅生產線啦，當原廠藥嘅專利期滿之後，內地藥廠就可以迅速生產出療效相近但係價格極低嘅仿製藥，所以種種因素疊加起嚟，就形成咗兩地巨大嘅醫療價格差別啦。咁面對住內地平價醫療嘅競爭，香港私家醫院自然就需要調整收費策略，去減輕翻市民嘅負擔，嚟挽留本地嘅客源嘅。而最後一個促成減價戰嘅原因，就關係到醫院本身嘅財政壓力啦。最先減價嘅中大醫院係欠債最多嘅，根據政府同埋立法會嘅公開資料，中大醫院喺2024-25嘅財政年度，未計利息、稅項等等，都已經錄得1億8500萬嘅虧損啦。咁呢個數字比院方早前預測嘅收入仲要差嘅。而且中大醫院喺起緊嘅期間，咁獲得咗政府提供40億港元嘅貸款，咁但係到而家都係遲遲還唔到錢。咁立法會咧冇幾耐之前已經批准咗中大醫院將貸款首次還款期順延到2028年嘅，咁但係作為延期還款嘅條件，中大醫院就要接收指定數量由公立醫院轉介嘅病人，就抵消翻延長還款期所產生嘅利息。所以為咗吸客啦，中大醫院就率先響起咗呢一次減價戰嘅頭炮啦。
咁而至於新落成嘅港怡醫院同埋老牌嘅浸會醫院，咁佢哋就相對冇咩財政壓力嘅，相信都係想吸客為主嘅啫。港怡醫院係由新世界嘅新創建集團同埋亞洲醫療巨頭 IHH Healthcare 合資建成嘅。咁呢間醫院有地產商嘅錢撐腰，梗係唔驚啦。而浸會醫院就更加唔使講啦，係非常有錢，每年嘅盈餘以億計，係極之誇張㗎。所以話某啲嘅私家醫院一直揾咁多錢，都仍然收緊咁貴，仲要有政府1蚊地租嘅優惠，仲話係教會喎，係唔係應該要承擔多啲社會責任呢？仲記得唔少私家醫院喺疫情嘅時候嘅嘴臉啊！唔知網友對今次私家醫院減價又點睇呢？如果有小病痛，大家會傾向選擇去公立嘅急症室、普通嘅私家診所，定係會考慮試下減咗價嘅私家醫院門診呢？歡迎大家喺下邊度留個言，同婷婷一齊交流下意見。嗱，順帶一提啦，最近醫管局嘅 App 啦，即係蝦高啊 HA 高咧，就升級咗，就增加咗一個叫做醫療費用減免自助申請嘅功能，同埋醫療報告申請嘅服務。嗱，如果喺未來60日之內已經係預約咗門診，或者喺過去90日之內曾經獲發帳單嘅話，就可以直接喺手機嘅 App 上面填表同埋上載入息證明去申請醫療費用減免。雖然最終嘅審批仍然都係要親身去見醫務社工嘅，但係呢個見面亦都可以喺蝦高裏邊預約時間辦理，縮短排隊嘅時間。希望呢個信息幫到大家啦。今日婷婷就講到呢度先啦。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資訊嘅話，記得俾個 like， 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同埋免費訂閱咗婷婷嘅頻道。希望今年做到25萬訂閱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